你知道嗎？每周複利的力量有多驚人？每天都做下來，你的錢就會快速成長。如果你能每天把一點點錢存進戶口，等到一周的結束時，你就會有個驚人的數字。每周回顧你的財務，我們有幾個關鍵點來幫助你達到每日複利成長。每天存些零錢，讓它們長大成金。不要傾向於花費太多，這樣你就會有更多的錢來賺取更多的錢。考慮將你的一部分收入投資，讓它們成長。每周檢視你的財務，看看你有多近一步。你現在就可以開始這個旅程。記得每天做些事來讓你的錢長大。我期待你跟我一起成長，來追蹤我，讓我們一起變有錢啦！